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。第1节，我为着我所亲爱的唱歌，唱一首有关伊的葡萄园的歌。我所亲爱的有一区葡萄园，伫一个肥水的山头。伊掘土，将石头拢捡起角，然后种真侪上好的葡萄树。伊伫园内造一个守望台，搁挖一个大葡萄的窟仔。伊期待会出产真侪好的葡萄，毋过所结的拢是歹的。但耶路撒冷的居民甲犹太人啊，请恁伫我甲我的葡萄园中间主持公道。我着搁为着我的葡萄园做什么？减有什么我要做无够？我期待出产好葡萄，是安怎所结的拢是歹的。但我甲恁讲，我要安怎处理我的葡萄园？我要将园的篱笆拆起来，互伊受破坏。我要拆毁园的围墙，互伊受吞踏。我无要搁修剪，无要搁摊草。要互园荒废，互刺仔杂草发甲满世界。我嘛要命令云无落雨伫遐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伊细腻栽种的葡萄树是犹大的人民。伊所期待的是公平，毋过所看到的是杀人流血。伊所毋望的是公义，毋过只有听到人话冤枉。